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15节到27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算什么？很多人问，为什么上帝会挑选一个注定会失败的人来服侍他，例如扫罗王。又问，为什么耶稣选的门徒都不是很坚定的样子，例如彼得他3次否认耶稣，犹大出卖老师，门徒们则到处四散。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15节到27节，我们看到的上帝启示撒母耳前去膏立扫罗，作为以色列人所要求的那个王。经文这样说道：扫罗还没有到的前一天，上主曾经指示撒母耳，明天在这个时候，我会差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到你这里来，你要用油膏抹他，立他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他会保护他们，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我看见了我的子民在受苦，我听见了他们的哀求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上主对他说，这个人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人，他将治理我的子民。那时候撒母耳来到城门边，扫罗上前问他，请问先见住在哪里？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就是先见，你先走吧，先到敬拜的场所去，今天你们2人要跟我一起吃饭，明天早上我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，然后送你上路。至于3天前丢了的那几匹驴，你不用担心，已经找到。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？就是你和你的父亲的家族。扫罗回答，我属于便雅悯之族，是以色列中最小的，我家又是这支族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家。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到了大房间里，让他们坐在首位。那里一共有30位客人，大家都入席了。撒母耳对厨子说，把我吩咐你留下来的那块肉拿来。厨子就把那块特选的腿肉拿来，放在扫罗面前。撒母耳说，这是为你所留的肉，吃吧，我特意留下来，为着要当着客人的面前给你。那天扫罗和撒母耳一起吃饭，他们从敬拜的场所回城以后，有人为扫罗在屋顶上预备好床铺，他就在那里睡觉。天亮的时候，撒母耳到屋顶去喊扫罗，说，起来，我送你上路吧。扫罗起来，跟撒母耳一起到街上去。他们到了城边，撒母耳就对扫罗说，叫你的仆人先走。仆人先走，撒母耳说，在这里等一下，我要把上帝的话告诉你。我们都知道扫罗王他是不完美的，而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可以说是后知后觉的看到他是不完美。上帝不知道吗？
上帝其实是知道的，但是上帝却仍然要使用它。我们简单的思考来回答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但耶稣基督的门徒们，保罗、大卫王、扫罗王、以利、约伯、摩西，乃至于第一个受创造的亚当、夏娃，如果呢真的要选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才能来服侍上帝的话，那么很可能就没人了。被上帝拣选呼召是一个恩典，这个恩典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机会与他同行，来服侍他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提到了一个概念，那就是上帝为世人的拯救开了路。所以上帝拣选我们是为了提供拯救之路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，上帝并没有把他将要创造的世界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世界，置于天使的管辖之下。相反的，正如圣经上某处所说的，上帝啊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；是人算什么，你竟关怀他。你使他一时比天使低微，你用荣耀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使他统辖万有。这里说上帝使人统辖万有，这很明显的包括了一切，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见人统辖万有，我们倒是看见耶稣他一直被置于比天使低微的地位上，好借着上帝的恩典为万人死。如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死的痛苦而获得的荣耀，尊贵的华冠。